咧，我哋都想將數碼產品同真正人類嘅生活、真正嘅關係係講俾大家聽。因為咧，大家見到好多其他唔同嘅 media 寫唔同嘅嘢咧，可能都係集中喺個 product 上面寫，而我哋咧就希望可以俾到其他嘅市民同埋我哋嘅讀者知道，實際嘅產品點可以真正提升到你嘅生活，真正點樣將你嘅生活再去提升到另一個層次，而融入你每一個生活嘅方面都可以用到嘅。咁而上年真係今次我哋雖然揀今年係一個好嘅時機，亦都係一個好辛苦嘅工作情況，因為今年嘅產品真係多不勝數。我哋計數埋啦嚇，上年我寫個產品成1000幾件。咁但係我哋1000幾件咧，如果我哋將嗰1000件產品一齊拎出嚟選舉嘅話咧，咁評審咧就肯定係會上會揾我背棄㗎啦，太多產品實在。咁我哋就再喺我哋嘅產品裏邊咧抽選咗100幾件有代表性價值嘅產品出嚟，然後做今次嘅呢個候選嘅產品。咁呢100幾件產品咧，絕對咧每一件咧都係非常之足同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絕對係每一件咧都可以改變咗而家人類生活嘅質素。咁樣嗱，首先我亦都要多謝一下，再多謝頭先思妍姐姐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就多謝我哋今次嘅評判，但我都要親自再多謝一次，因為佢哋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因為我喺唔係好長嘅時間之前通知各位評判參與呢次嘅評審工作。嗱，呢樣首先對唔住先啦，因為咧我哋要 sort out 同埋 finalize 啲產品咧，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咁評審嗰邊亦都好幫手，佢哋因為每一個評審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範疇，咁可能佢哋都未必對所有嘅產品非常之熟悉，但係佢哋都花好多時間，接近1個月嘅時間，逐一段嘅稿啊，喺網上剔嚟睇翻晒我所有寫過嘅嘢，然後再俾分落去。呢樣嘢係首先多謝佢哋嘅。咁幾位評判我多謝一聲就係莫乃光先生啦、劉永芬先生啦、鍾偉文先生啦、林志區先生啦，當然仲有森美啦嚇，今日佢嚟唔到有嘢做緊。咁今日咧，我哋仲有位特別嘅嘉賓做我哋嘅頒獎嘉賓就係譚豪議員啦，多謝晒你啦。咁同埋今日仲另外一位嘉賓就係趙成章博士嘅下嚟做我哋嘅，謝謝你到來幫我們做頒獎啊，謝謝。未來我希望依潮版可以帶俾讀者同埋所有嘅品牌一個咩信息咧？就係話其實你哋同所有嘅市民咧係冇脫節到嘅。市民買你嘅產品嘅時候咧，係清清楚楚知道你哋帶俾佢一個咩信息，同埋一個咩嘅享受，唔係淨係想話買一個品牌翻去，或者淨係買一個產品翻去就係炫耀俾人睇話啊，我有咩品牌，我咩品牌，係真正知道，因為佢睇完一啲訪問，睇完啲報導之後，佢知道呢樣嘢係啱我用嘅，係絕對係適合我生活嘅，而係真正買一樣嘢。我希望呢潮版可以做到呢個渠道，然後俾所有嘅市民知道、讀者知道，佢哋嘅產品完全都係 right choice。多謝大家。唔該晒，簡一峰先生。接住落嚟係電腦領域 HKEPC Hardware 執行編輯，我哋有請林志區先生。多謝你今日嚟到我哋嘅頒獎典禮 ，thank you。當然唔少得嘅係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莫乃光先生為我哋頒獎，唔該晒。好，而家咧我哋接住落嚟咧，繼續頒獎啦！我哋請到下一位嘅頒獎嘉賓，就係 HKEPC Hardware 執行編輯林志區先生上台為我哋頒發獎項，有請。我哋而家要頒發嘅咧係商業應用類別以及係網頁服務及其他類別嘅大獎得主。首先我哋要頒發嘅係商業應用類別最佳外觀大獎。得獎嘅係 Bluecode Proxy SG210， 有請 Bluecode System Sales Director 黃色權先生上台領獎。恭喜晒！下一個要頒發嘅獎項係商業應用類別最創新科技大獎。得獎嘅係 Ricoh OC 打印管理，我哋有請理光香港高級傳訊策劃經理黃慧君小姐上台接受獎項。Congratulations， 恭喜晒！恭喜！接住落嚟要頒發嘅係網頁服務及其他類別嘅最創新服務大獎，得獎嘅係 Google Sky Map， 我哋有請 Google 代表霍夫曼公關公司客戶主任聶柏謙先生上台代表領獎，恭喜晒！
恭喜晒 Google Sky Map 得到呢一個獎項。好，接住落嚟網頁服務及其他類別我最喜愛服務大獎嘅得主係雅虎香港，我哋有請雅虎香港市場部主管劉淑芬小姐上台接受獎項。我哋有請劉小姐稍為留步，亦都有請同類別嘅其他得獎公司代表咧上台一齊影翻張合照。我哋攝影師好專業嚇，要呢張相係最靚嘅，亦都唔該晒咁多位嘅得獎公司嘅代表。趕住想試新產品啊，肯定係。好 ，congratulations， 恭喜晒咁多位，亦都唔該晒為我哋頒獎嘅林志區先生 ，thank you。接住落嚟，我哋請到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莫乃光先生為我哋頒電腦領域 HDE PC Hardware 嘅執行編輯林志區先生為我哋頒發嚟緊嘅10大依潮產品大獎。第6個得獎嘅品牌係 PCCW HD on Mobile 手機功能，我哋有請 PCCW 嘅代表上台領獎。恭喜晒，不如同我哋講幾句啊！多謝晒明報啦，多謝晒咁多位評審，亦都多謝依潮版，多謝一峰啦。咁就 PCCW Mobile 咧，一向都係提供喺手機上面一個娛樂資訊平台嘅。咁我哋得獎嘅作品 HD on Mobile 其實就係可以喺手機上邊睇到唔同種類嘅 infotainment content， 包括即時新聞啊、音樂啊，或者係即時嘅足球賽事。咁我亦都會繼續去發揚呢一件嘅精神啦，亦都令我哋嘅客戶能夠繼續可以喺流動嘅時段可以提高佢嘅生活嘅質素嘅。多謝大家。好，唔該晒，恭喜晒 PCCW， 亦都唔該晒林生為我哋頒獎 ，thank you。接住落嚟，我哋請到下一位嘅頒獎嘉賓，香港互聯網今日未能出席，但係憑住大家手上有咁多個 iPhone 咧，都已經知道咧佢哋係呢個獎項咧係應該係實至名歸嚇。咁我哋大會咧稍後會將呢一個獎項安排送翻俾 Apple 嘅。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希望再次恭喜10大依潮產品大獎嘅得主。咁亦都不如我哋再次請到明報集團營運總監金滿騰先生、明報依潮版統籌簡一峰先生，陪同趙博士以及係我哋嘅一眾評審成員上台，亦都有請我哋10大依潮產品嘅得主上台，同我哋咁多位影翻張大合照。記得攞埋個獎上嚟啦！好，再次恭喜晒台上面10大依潮產品大獎嘅得主，恭喜晒咁多位。係啦，如果公司同事有帶相機咧，呢個時候就要埋嚟影翻張靚相留為紀念啦。咁亦都咧希望今日嘅其他得獎品牌咧都準備到，因為稍後我哋會邀請大家一同上台影翻張